一开始，咱来关心，今仔日是元旦，总统赖清德早起伫总统府头前参加元旦的升旗典礼了后，随伫总统府的大礼堂发表新年上新的谈话。咱来听总统上新的讲话内容。各位国人同胞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祈愿台湾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百业兴隆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幸福生活。我要感谢每一位国人在岗位上的付出，推动台湾的进步，创造台湾的荣耀，也让台湾有更大的能量在世界崭露头角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继续让台湾更多的故事成为世界的故事。台湾的成功成为全球进步的动力。展望2025年，全球将开启全新的局面。有超过70个国家在去年举行选举，有全新的民意。当各国的政局展开新局，国际的局势快速变化，台湾更要继续以稳健的步伐向前迈进。第一，我们要坚定地走在民主的道路上。台湾能够走过黑暗专制年代，到今天成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光荣时刻，是许许多多民主前辈牺牲奉献和全体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民主对台湾的价值，不只是自由的生活方式，社会多元蓬勃发展的动力，更是外交上赢得国际信任的品牌。不论台湾受到任何的威胁和挑战，民主都是台湾唯一的路，只有继续走，绝不回头。国内政党竞争是民主政治的一环，但是国内的政治纷争必须在宪政体制内依循民主的方式，才能持续深化民主。立法院所通过的争议性法案，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，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。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，透过宪法法庭判决，明确宪政分际，维护宪政秩序，逐步巩固宪政体制。人民也有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的权利，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，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。新的一年，变动的国际局势，对全球民主国家而言，充满严峻的挑战。当前俄乌战争、以哈冲突仍在进行，中国、俄罗斯、北韩、伊朗等威权政体更持续合流，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严重影响印太及全球的和平稳定。尤其台海的和平稳定，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。台湾必须要居安思危，继续提高国防预算，强化国防力量，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，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安全，人人有责。我们要凝聚每一分力量，来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，建构能够因应大型灾害、嚇阻威胁侵犯的能力，也要加强反资讯战、反认知战的社会沟通，全民拒绝威胁利诱，共同防止境外势力的恶意渗透。对内，我们要以民主巩固民主；对外，我们更要以民主和世界交朋友，确保安全和平。因为台湾越安全，世界就越安全；台湾越强韧，世界民主防线就越稳固。全球民主阵营更应该携手合作，撑起民主保护伞，共同解决俄乌战争、
以哈冲突之道，共同维护台海稳定和印太安全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。第二，我们要持续厚植国力，强化台湾经济韧性，也深化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韧性。